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起来咯。吼，上下在台湾的外地呐，伊真系幸福呢。吼，有几多的自然环境可以去交流的哦，像人可以去北山，可以去游水，还有呢，最特别的是，人有温泉哦。吼，大家应该都最喜欢去泡温泉吧？啊，不过台湾对北到南有哪一位温泉呢？尤其喺人哋南部，假使讲要泡温泉的话，可以去茶山啦，也讲去台南。不过喺高雄也有哦。哦，大家伫讲人哋高雄係乜嘅温泉嘛？係就係人哋咧六桂啦，六桂有温泉哦。但係六桂嘅温泉係屬於哪一種呢？特別有樣辦好食好料嘅呢？今晡日人哋就特別邀請到在地嘅好朋友，好好嚟同人哋紹介一下咯。馬上就嚟分享人哋來自六桂嘅陳建南阿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美仑山温泉度假山庄的负责人。好，欢迎阿南来到我们节目。阿南，头头有讲到啊，就係講我們台灣的溫泉哦，全台灣的溫泉對北到南哦有很多的嘛，就像哦台北有北投啦、烏來啦，啊甚至於講人哋南部有台南哦茶山嘅啊六桂的溫泉哦，到底係屬於哪一種的溫泉啊？六桂的溫泉是屬於哪一種類型？它是屬於碳酸氫鈉泉。那比較特別的是呢，六桂的溫泉哈有寶來跟不老兩種溫泉。那它的出水口兩個是不一樣地方。那我們的不老比較早，它是民國70年開始。那寶來溫泉的話，大概是民國75年開始。那我們的不老在不老溪，寶來在寶來溪。那我們兩個出水口很近似，但是泉質類似，但是它其實還有點不太一樣，就是我們叫碳酸氫鹽泉，就是它們的鈉離子比較高，那屬於弱鹼性7.2。啊，所以很多人在日本像這種泉質，他會拿來喝。煮沸過後，那在台灣目前法規是不行的，但是在我們那邊的泉質呢，這種的是可以喝跟可以泡的，所以它是比較弱鹼性。那兩邊的泉質呢，那個總固體容量等於說溫泉的濃度也是比較高的，所以客人可以來體驗我們的不老溫泉的泉質呢，跟寶來溫泉的泉質有什麼不一樣？那大概的類種就是那個碳酸氫鹽泉。等一下哦，嗰首講你們呢買寶來這邊呢？可以喝啊，喝起來是鹹鹹鹹鹹的這樣子嗎？其實客人很常去誤喝，因為什麼？我們的所有的房間都是溫泉水，所以他早上起來要漱口的時候，或是洗澡的時候，會不小心喝到。那喝到的時候，他其實是沒問題的，因為他一直問我們，很擔心說，我不小心喝到溫泉該怎麼辦？其實沒有關係，因為它的是弱鹼性，不像北投那個是硫磺泉。硫磺泉它是屬於消毒泉，是屬於弱鹼性這酸性的4pH 4。所以它其實對喝多了，其實會對身體會比較有一點點影響。那我們這種弱鹼性的，它沒有影響的，所以它喝到的時候會感覺到說，為什麼你們家的水會鹹鹹的？還很開玩笑說，是不是有人洗過的水？我說不是，這個是我們天然的水泉質，就是帶有一點鹽分，這樣。阿南繼續強調一下，就講其實人哋嘅溫泉哦，對北到南吼，從北投嗰邊，佢哋嘅歷史就日本時代就有嘅嘛。那我們這邊六桂嘅哦，寶來啊同不老溫泉鴉片，佢哋係對乜嘅時間開始？日本時代嘛，還係更早之前？高本主持人對台灣的溫泉很有研究哦。我們寶來不老溫泉是發展比較晚，比像以前，因為我們畢竟在高山上，不像平地。那以前其實最早，其實從北部的德國人在北投這邊是最早，不是日本人哦，還是德國人。那時候做了一個那個北投的那個泡湯的地方。那後來在南部呢，就是開發了這個關子嶺的溫泉。好，然後後來呢，我們從70年代從南橫公路開通以後，所以其實我們最早以前呢，我大概算是在當地的第5代。那我們第1代來那邊開墾的時候，最早是做務農。那從清朝前那時候就已經來到這邊了。那慢慢的在那邊做農以後，從南橫公路國民政府來台灣，那要開通這個南橫公路，需要在我們這個地方辦一個入山證。那辦入山證的時候，
越多人就在这边停留，要过一夜，因为入山证可能派出所要开要1个晚上，隔天才能给你，所以早上他们就是在等这个要入山的过程呢，在这边用餐啊，然后需要有住宿啦，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有引这个温泉水提供给这些要办入山证、要登山、要去爬山的游客来做一个享用。那接下来慢慢的就是很多人会开始聚集。以宝来为主，它以前最早的聚落是一个叫甩亚卡，就是赊仔角，就是在一个芒果树下。那边在一个聚落啊，后来在宝来街上，那是后来比较开垦的，所以整个宝来街上呢，就是从70年代开始，慢慢有一些卖面的然后有卖那个零食的，买一些杂货的，开始慢慢，然后才会问说啊，你们家可不可以借我住啊？那边可不可以借我住？后来慢慢的有住宿才有这些泡汤的习惯，因为以前的人呢是住宿的人去溪边。然后我们的水是自然涌泉的，一般有分温泉有分打井的，就是要打井抽出来。那我们是属于自然涌泉，就是365天都是一直有水在那边冒，所以他们就会到溪边去泡。然后很多人就问说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水接回来我们这个住宿的地方，用一个浴室给大家泡？想想也有道理，那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接水回来。然后不老这边也是接水回来，在山庄这个地方提供给登山游客。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南横，有时候是为了专程来我们这边爬山，像藤枝啦，然后要去那个宝来的小关山啦、林道啦这些的，就会在这边登完山以后，这边做洗涤身心，然后再回到市区这样。俺那温泉的历史其实冇按做，其实对于那个70年代头讲的南横开通那个工厂开始。不过我当时还冇谈阿南来分享的时间，我就在团工，我就在猜，是不是在这做工厂的时间，他在怪手在验路啦，还是在做什么挖到结果有温泉了，才说开始发现说可以引这个温泉水来用，结果唔係呢，是大家在河边其实很早的时候，六鬼董贴我们的长辈其实就有发现说有这个涌泉温泉的涌泉就有在利用了，是不是？是，其实最早我们会去，因为饮水山上没有自来水，都会去溪边接水。那用水管接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地方的水好像温度比较高一点点。后来才有，因为以前的温泉水跟溪水是混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是特别把它围起来，让它的温度不要被冷水所稀释变冷了。然后后来才慢慢说有围一个地方，我们在接水的地方，那有一些人就好奇，那接水的地方不错啊，然后就去那边泡汤。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分接水的地方跟野溪可以有客人泡的地方。那目前呢，就是宝来的地区呢有分7坑、10洞。然后10坑、13坑，这种就是一般游客，那或者是登山的，或是有开吉普车的，他可以走到那个地方，然后稍微走一小段去泡这个野溪。那我们不老温泉区目前它的位置呢比较危险，所以它那个接水的地方，像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都要背管啊，然后到那地方是要有点攀岩的，因为那石头比较多，所以比较鲜少人去。因为它的高低落差比较大，那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游客会去，只是要有装备的人才会去。那到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有分泡汤的野溪的地方，跟我们接水回来的地方所以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地方叫热水坑，就是不会讲是温泉，以前不懂什么叫温泉人家说那边有个热水坑保了一个热水坑后来才慢慢接回来山庄给大家做泡汤的使用。更多鸦片俺想强调一下如果讲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俺能讲到给温泉的源头，俺能讲温泉露头嘛它那个露头的部分，你的温度会一斗图大概温度是几度？46到47。那一开始呢，我们在八八风灾以前，这有一段历史，就是说它的水会跟着溪水混在一起。那以前的人只能用人工挖掘，然后不能用大型机械进去，因为以前的使用上呢，道路不好走以外，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以前它温泉只有供个人使用，那不能做营业行为使用。那所以有一些温泉的店家，你有温泉，他没温泉，那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每一个店家都有。那在107年过后，
我们所有的温泉区来做一个合并整合，那做一个统合的温泉取供。那所有的温泉水目前经过我们的打造以后，以前温度更低哦，以前温度大概37、36，因为它的水跟溪水去混在一起。那后来我们用合法性的大型机具进去以后，把它开挖。温泉以前是合法，只是不能合法的去维护。那现在用大型机具把它维护以后，做得更好，所以它的维的安全性更好以后，它的温度就可以提升了。所以目前的水温都大概46、47。那所以在西边啊，我们这个温度是最适合的，因为如果像是很多那种花莲的温泉啊，或是北投那种出水口都大概80、90度的，那个根本没办法泡，你还要再等它冷。台东、花莲都是这样。那我们的出水口温度就是刚刚好，来到那个温度，所以我们其实是不用去加任何的冷水。等于说一般外面的它可能温度太高了，它可能要降温或者是加一点冷水去稀释，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原汤，然后取回来到我们的山庄。那冷水也是从溪水这样取回来，所以我们那边天然的优势就是所有的水都是天然水，温泉跟山泉水全部都是从溪里面引回来，就是第一手的啦。对，我们不是二手的哦。对，而且我们那个地方呢，保护得非常好。是第一，它没有养殖业，所以不会有粪便的污染。那第二呢，它不会有一些农业，就是不会有一些喷洒那个农药啊，或者水污染。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水源保护区，所以所有高雄市的用水都从我们那边来，所以在我们那边的水源是完全。不只是刚刚说第一手，是完全的路头下雨下下来的水引到我们的山庄，所以没有经过人为的污染这样子。观众朋友，谈到鸦片，我们六鬼的温泉係唔係鬼站上去嚟去泡的呢？不過等一下哦，六鬼的温泉還有幾多精彩故事，莫走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讲到，我们六鬼温泉的历史係對某個時節開始，佢有某個特別的地方。但係呢，我們台灣的温泉係文化同日本的温泉文化有哪啲冇相同呢？我們參考一下阿南好嘅。阿南，我們前面有講到嘛，其實大部分我們的温泉其實很貴州都有開始，但係太大規模嚟講，帶入温泉文化一個部分，還是對日本時代開始較多。那日本的文化，他們的温泉文化同我們這個台灣的温泉文化有哪條嘅冇相同？你能有研究過嗎？我覺得台灣的娛樂性比日本的娛樂性高，因為他們用這種泡溫泉來生活交流的方式非常好。因為像我們去日本泡溫泉呢，反而我覺得台灣的溫泉的泡湯環境還比較快樂，因為日本它不能講話。不能盯着對方的身體看，然後男女要分開，然後在泡湯的過程，你也不可以用水去摸到身體任何地方，所以會讓人家會覺得不自在。那規定非常多，包括刺青的可能不能進去。那在台灣呢，雖然說男女公寓是穿泳裝的，可能在這個日本就不太一樣，但是我覺得它的娛樂效果為什麼好？因為他們會藉由泡湯的過程，很喜歡聊天，跟日本完全不一樣哦。台灣自己研發了一種泡溫泉的文化，而且我覺得是快樂。為什麼是快樂？因為大部分是年長者，那年長者他在泡湯的過程就會分享他的家庭喜事啊，然後還有一些生病病痛的一些事情，然後他就有這樣子，可能借由醫療、理療，然後介紹他的哪個醫生，還有他在泡溫泉的過程，其實溫泉對我們的身體是有治療的效果，因為我們那邊非常多復健的病友，膝蓋受傷、開刀、脊椎。然後可能有運動傷害的，他們就是比如說他會常常來這邊打高爾夫球的一些年長者，或是以前曾經是運動員的，他們不只是年長者，他年輕的也會，他們就有泡溫泉的過程去做水療。那我們在做溫泉的時候，它其實會對你的血液循環、末梢血液神經已經有流通了。那流通了以後，再用水療去做加強的時候，比你原本去復健做電療。或是做一些拉筋，來得更好，是因效果更好，是因為它已經讓你的身體有些暖身了。尤其是一些年長者，他可能本身在家都沒有在運動，那可能長期臥床或者看電視，他也懶，他也可能體重重。
那可能他要去运动的时候，他有因为关节的关系，他觉得走了几步就会很痛。他藉由泡温泉的时候，因为温泉的浮力会大概把你的体重减一半，因为我们的有盐嘛，然后温泉水就已经减了，然后盐又让你的浮力更高，然后它就会流汗。那就会让你的肾功能啊、排毒啊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减少它的药。那人前面有讲到嘛，温泉哈，头摆年以前会讲烧水、热水，那所以讲它其实烧水，就说冬天的时节泡温泉同热天的时节泡温泉有冇个冇相同，也係講要注意的地方呢？其实有一句话叫冬病夏治，好，就是你冬天会产生的鼻塞、过敏、身体不舒服、感冒。其实是夏天要来做保养，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都是冬天泡温泉，其实反而冬天泡温泉的时候，你已经应该是说你平常有在保健的人，冬天就比较不会生病。那你已经生了病以后才去看医生的这种恢复力，跟你原本就有预防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人家讲三伏天，就是夏天它有大暑、中暑这些的三伏天的时候，其实泡温泉是反而会对你身体更好，因为你因为热。所以躲在冷气房，那躲在冷气房呢，你的汗就排不出去，汗排不出去，你的那个肾功能的那个毒素也排不掉，排不掉以后呢，你就会容易疲倦，然后会容易觉得好像工作起来没有什么动力。所以藉由泡温泉，你把这些汗排掉，就像去做运动、健身、跑步一样，因为你不可能在大太阳底下在那边跑步，但是你泡温泉的过程，你可以不要选择泡太热，就像。我分享一个泡温泉的节奏，很多人都不知道泡温泉有一个节奏。泡温泉节奏是其实一定要从温、热、冷大家记得哦，温、热、冷。大家很多会觉得用我就冷啊、热啊、冷啊、热啊，其实它是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伤害的，因为你的血管一下放松了，然后它一下又要紧绷起来，因为冷。那一下又放松，就是要血液很快的通过，所以这样子伸缩的过程呢，尤其是年长者，他可能有一点血栓，或是有一点即将中风的状况，会变成他会反效果说，那泡的过程他会容易头晕，因为他的血通不过去，那他的末梢又刺激他说赶快给我血，赶快给我血，就是他血液快速流动的时候，一下子会晕眩，所以记得大家温的。先泡，再泡热的，热的以后呢，烤箱蒸汽就是接在，如果有三温暖的，是接在热的这后面，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热开了，就像我们跑步马拉松已经热开了，那就可以去烤箱跟蒸汽，那到最后就是你已经结束了，你就来到冷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泡冷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泡冷的，哇好冷哦，我不敢下去，其实冷了以后会让你的毛细孔收缩，就像你运动完你把衣服穿起来的感觉收缩，那收缩完你起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你都不会感觉到冷。那藉由夏天泡温泉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到冬天，好像大家都在穿大衣的时候，你好像穿一件薄外套，或穿一件 T 恤、长 T 恤出门，你也不会觉得冷，就是因为你夏天有做了这些保养，所以人家说泡温泉反而是要夏天泡，因为冬病夏治。因为热天的时节来做一个保养係最好的。所以講熱天的時節也做得來泡一個溫泉，但係要注意就是條到阿南講的，先進溫呢，再來係燒的，再來最尾才係冷的，這依照這個順序才係對俺的這個身體才有幫助，才不會溫泉越泡身體越不好。是，這個有個部分嘛。俺南東地講其實做在台灣的歷史地方，俺南東地頭八八風災嘅時節，對全台灣甚至於講六國嘅片係傷害一定的台。那喺嘅時節，能多多好有係經營一個溫泉的飯店嘛。那喺俺的歷史地方，能係用辦應對一個安泰嘅一個風災這個災難，再重新起風來呢？我覺得八八風災反而是給我們省思。我們平常的資源很豐富的時候，如果在資源少的過程，我們該怎麼自己轉型？所以當我回來八八風災到目前已經16年了，那我也回來16年了。那在這過程呢，我們也是一直不斷的精進，包括我今天穿的這件浴衣呢，其實也都是用我們的柴犬，因為我養了一隻柴犬，一開始只是想要陪伴，後來覺得可以用它的東西去做一些文創，所以遊客來我們這邊的時候，其實除了我們自己的山莊裡面泡湯住宿以外，看到飛我們有12個裝置藝術，所以有很多婚紗業者，或者是要拍親子照的，他們會選擇來我們這邊住宿，因為他住的時候，他可以在環境
过程，它可以拍照。所以我们在转型过程，其实让游客把我们当作景点，因为游客他来到这边，他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饭店，或是选择我们这边泡汤？因为除了漂亮以外，他会觉得说你的附加价值很多。那什么叫附加价值很多？就是你给他的东西，除了吃饭，然后后面可以美仑山登山以外，那在园区里面呢，我如果带小朋友或是一些宠物不适合去这个地方的人怎么办？那我就用了很多美的环境的角落，像是灯笼墙，然后有财神的神社，然后有鸟居，然后有钢琴，然后甚至于周末都有表演。利用办活动的过程，而且我们每年都有2大活动，就是第一个就是清明节，我们办一个野人音乐季。游客可以穿我们的原住民的服饰，在六龟这边来办一个音乐季，就像春吶这样子，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也办这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跨年晚会，跟我们的原住民有一个叫嘎呼拉斯音乐会，就是在年底的25号跟31号跨年的时候都会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与其要以一家店来做推广，让大家知道，不如用一个群体，把每个人的特色，包括梅子，包括芒果干，包括莲雾，这些的。然后这是水果的部分。那餐厅呢，我们就是有原住民的餐，然后有我们客家人的餐。我们自己阿嬷是客家人，是舅妹、菊妹。然后，所以我弄了一个菊妹干妈店，然后里面也有弄它的美善食堂，那提供像烤鸡呀、那客家料理啊、梅子豆腐啊、梅干扣肉啊、冬瓜风、高丽菜风，这个是跟我们客家相关的，然后跟山产来做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有别于传统客家菜，我们用新颖的客家菜来吸引客人来这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对我们六龟冬天来讲，8风灾是一个危机，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但是我们也坚持下来之后，将这个危机视作一个转机，重新再来开始。而且不单将黑我们自家的饭店，是不是从你开始，对你自家开始，然后从自己单独卢卡开始，然后整个区域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变成群体的力量，会安内吗？是。因为以前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第一个太年轻，可能大家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第二个你没有做出一个示范，大家也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最早开始就是我从文创开始做柴犬，那接下来我就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的做一个猫头鹰，做一个猫头鹰的象征寿眠，后来也做了很多猫头鹰的文创商品，就是猫头鹰像福气，那个幸福的使者。那我们用这样子的结合，我自己把自己的山庄生意做起来以后，游客都很多回流，包括以前的业绩，我现在的业绩是以前的3倍，8风灾前的3倍。因为一样游客一样来，为什么他们会在这边会多停留？因为我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新客人，因为以前都是做年长者，那像我去跟一些婚纱业者，或是一些拍亲子照的，他们会在那边2天1夜，甚至3天2夜，然后还有一些旅行社做包套行程，跟9人做整个六龟的游程，我自己写计划，然后几点要到哪里，因为我以前有带旅行社上班，所以我大概会规划这样的行程，那把我所学的东西全部带到六龟，那这样子的生意带动起来以后，大家就会跟着我说，如果你有好的厂商帮我介绍一下，我们的游客也想参加这样的行程，那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慢慢做起来。那我一个人做示范，那大家跟着我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现在每个周六只有我一个人，一开始在请乐团表演，后来呢也总算目前有5家，在周末晚上大家都请乐团在表演。对，就是讲那你这个一类年先做一个示范，然后能有一个成绩之后，会不会有谈的呢？越来越多人大家抢下来做的是没错。哇，观众朋友，咱六龟温泉经过8风灾，也个安泰个风灾之后，安尼天天的风雷的呢，当然呢，头安那有讲有几多好色好料的体验时间，开始出来的，到底有哪条呢？一类，等一下同观众朋友来分享哦。
今日爸爸风在转上之后的六桂温泉，调到阿南有同安的手机，有那位好吃、好搞、好料的。当然呢，更加多的今天呢，同大家手机一下讲，真是有那位好搞、好料的哟。阿南，想请教一下，睇手机眼的呢六桂温泉吼，有那位好搞、好料、好吃的之外呢，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间吼，有看到一个名字，看到一个名字同有关系呢，是看到。温泉男孩，温泉男孩有个部分啊，是温泉男孩同有乜嘅关系呢？哦，这个跟我们客家电视台非常有渊源。就是在88过程呢，有一位邱才燕老师来到我们六龟做采访。那他采访了我那时候取这个温泉水的过程。那他刚取出来的第一颗1000，他从我们还没找到的过程，到找到的那个结果的时候，是会觉得非常感动的。所以他那时候叫我温泉男孩。对，那时候我还年轻，大概25岁。那目前已经变成温泉大叔了。那目前我也以温泉大叔的角色呢，会拍摄一些短影音。如果大家上网可以搜寻温泉大叔或是六龟温泉大叔，我们会介绍一些六龟的一些景点啊。那目前呢，我们就是从1月呢，我们都会到12月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景点。那像1月份我们就会有梅花季。所以1月就很适合来六龟赏梅。那1月底的时候到2月过年这个期间呢，很适合来六龟赏樱。就是我们隔壁有一个藤枝森林游乐区，有一个樱花公园。还有在桃园区有一个樱花公园，它也是私人的。但是这2个地方的赏樱景点都非常的好。那3月份呢，就是我们办这个春季小旅游。就是我们协会呢会游客来到这边会跟社区3个社区来做9种不一样的 DIY， 就是住宿的时候可以拿到 DIY 券，然后隔天呢就可以去做这个 DIY， 包括做披萨、做植物垂染、做染、做喜爱玉、做彩绘，还有做那个串珠，就是我们的那个槟榔心，把它磨一磨，然后做串珠，做手工艺。所以这样子的小游戏呢，就是 DIY 呢，在3月份会举办。那4月份呢，就会举办这个野人音乐季，就是在清明连假的过程，就是可以来听歌。然后这个春季小旅游也是要延续到4月，就3月1号到4月底，就是可以听歌以外呢，在住宿的过程还可以来做这个 DIY。那5月份我们就要举办一个六龟山城水乐园。那很多游客都会觉得说溪边玩水很危险，没有，我们去做了活动，就是有一个3层楼高的一个那个溜滑梯，充气型的，然后还有一个20米乘以20米大的水池，然后里面有一些充气的游戏的东西，还有球，然后还有小水枪，然后可以让游客来六龟，只要凭你消费，你去 7-Eleven 买个冰棒，你去住宿，你去餐厅吃饭，都可以免费来入园来玩这个山城水乐园。在5月的周末，礼拜6跟礼拜日下午的1点到5点，都可以来体验这个水乐园，是完全免费，但是你一定要在六龟消费。入园我也不收费。那在6月呢，我们就开始要准备夏天了。夏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准备办活动，像夏令营，很多游子会在大概6、7、8月的时候准备夏令营这样子。然后在7、8月的时候，有时候季节性会有一些台风。那在台风的其他时间呢，刚刚提到这个水乐园玩到人造的以外，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秘境是那种小溪水的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山河溪跟我们不老溪。我们都有一些，还有宝来溪，这3个玩水的景点，其实是非常安全。它其实一般的溪水，它是老龙溪这么大条，大概15米，我们大概这个都大概3米、5米而已，小溪，所以游客可以到那边旁边，简单的踩水、戏水，而且水深都不会超过80公分，都大概到我们的大腿的一半所以水又浅。然后水又不深，然后又感觉不会很危险，所以7、8月呢，反而是戏水野溪的过程，都可以来体验一下。那大概从9月、10月开始就是我们的温泉季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堆温泉的优惠活动。那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11、12月的时候会举办音乐的活动。那我们那边有一个原住民的活动叫嘎胡拉斯。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代表了台湾去到纽西兰比赛，
得到了全世界第一。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跟新竹那边的原住民国小一起去比赛的，那得到全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这边偏乡部落的小朋友其实非常努力。你看，人家是合唱团是一般去比赛，没有。他们只要去比赛，全校了，鬼也好高的啦。全校因为全校就只有40-50人嘛，一般才5-6个人嘛，所以全校都一起要去比赛，所以尽全校之力去全校比赛，还可以得奖哦，还可以要非常感谢我们那边有一位医师叫陈俊志医师，他就是特别从8八风灾后，这个医师呢就无偿的在那边，他是牙医。开了一个牙医诊所，那无偿的为这些学生来补习，顺便教他们唱歌。所以12月的时候有一个嘎胡拉斯音乐会呢，就是很有名，在我们那边一定会来举办。哇，故说讲，你看连个过年的时间，我们讲过新历年然后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假是讲上个闹年又讲讲哦，去到其他地方都市都会人过多，有个时间都可以得到6鬼，因为共用闹年，但是你某像都市都会暗多，没有像都市人这么多，你就可以享受可以跨年的气氛，又不是讲小讲啊，我等一下要回家要人挤人，对不对？哇，真是鬼好呢，甚至于讲但像调到阿南小嘅，不只有生态环境的一个游程，甚至于讲连个文化，会去老个庙哦，4大名庙也可以玩，你们真的很会玩呢。所以一年4季其实都6个月时间，真的是有相当多的那个行程。那我想要就阿南来问一下咯，讲。要底部发通从调到个野人季，一个音乐季，嘿，想出来呢，还慢你都有这个发想，是怎么样去促成这个活动？它最早呢，其实从一个乐团，它是叫尿布乐团，它的名字很好笑，故事很感人。因为他们的发愿是所有的人打赏都去买偏乡私人老人家的尿布，成人纸尿布去赠送。后来他们慢慢名声大，他们原本在路边唱歌，后来来到我们山庄邀请他们来，他第一站就是来到我们美仑山，后来到其他的山庄去演唱的时候呢，有三泽居啊、天国温泉的这些的演唱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慢慢的打起名声，那甚至他们现在在网络上也非常有名，大家 Google 尿布乐团，他们之前还上吴宗宪的节目，那最主要他们唱歌好听，那后来跟他们结合以后呢，就说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属于原住民的活动好了，那我们就春天有春吶，那我们六龟这边来办一个野人音乐季。那野人音乐季呢，我要说那为什么要叫野人？因为他们有很多原住民的服饰，那大家听他们唱歌呢，可以来换上这样原住民的服饰，那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好像在办丰年祭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对原住民的文化可能大概一知半解，那借由他们唱歌原住民的歌曲，还有一些原住民的传统跟流行的结合，那像动力火车也好，汪峰也好，张惠妹也好，他们这种原住民歌手的唱的流行歌跟他们原本的传统歌结合了，那跟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他们是下来跳团体舞的哦，全部都要站起来哦，不能坐下来，现场没有椅子哦，安嗨哦，对，然后手拉着手，然后一起跳舞啊，唱歌啊，然后从晚上的6点半嗨到9点半，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他们体验到原住民的文化。也知道我们六龟的桃园原住民布农族的八部合音，然后还有年轻一代他们的流行歌曲，就是规个文化啦，都体验放在底部，就是音乐跟文化的结合。那你看到那你们那行长按多1月到10月一年4季都有，那这些资讯哪能会去取得这些资讯啊？大家可以上网六龟观光休闲协会，每一季的活动我们都会在上面，像4月份呢，现在开始都会有举办呢，就是的拉力赛，就是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都会有有开始比赛这个拉力赛。那每一年的4月呢，都会有看到野的音乐季以外呢，结束后清明年假结束后，就会有这个赛车的比赛。嗰所讲更加开始，不管係臨時上到，我去六季老了，也係講有規劃，某個時間我去六季嘅老了，攏可以去個頭先講嘅六龜溫泉觀光協會，也個單位，去 Google 一下，啲當個就是有相關的行程都會列出來。就算沒有，當個一定有聯絡嘅天發嘛，打天發打電話問一下就知道了，甚至還可以預約，錯冇？是線上客服，因為現在大家可能晚上會利用滑手機的時間，但是打電話可能沒有人接，所以我們現在都很方便，在線上可以用 message，也可以用 line，我們有線上的官方 line，然後直接留訊息給我們。
然后我们看到以后，小编在线上，不管是晚上时间或是早上，如果看到我们就会立即的回。所以活动你只要去问，我们都会把你的行程规划，比如说你想要2天1夜3天2夜，那你带的对象是小朋友，是年长者，还是宠物，还是我的学校，还是我的公司旅游，好，我们都可以帮你规划一个完整的行程，而不会觉得说你只是要来这边玩很头痛，不会，我们都会帮你规划。不管係用辦唔某個人吼，也係有某個目的，同佢聯絡之後，大家都會想辦法同你規劃出一個適合唔能自家6個嘅行程哦。是，觀眾朋友，係咪同嗰幫嘅共用呢？聽到阿南嘅分享，馬上就想講，更加馬上撇啲6個溫泉去聊聊一下呢。唔過唔是嘅噃，等一下。先看下我哋嘅節目之後，然後呢打電話問一下，上面 Google 一下，確實講，有某個發通嘅決定好嘅人數啦、目的等等，再嚟天天嚟去交流一下，保證我哋1年4季都6個溫泉，一天有好料好食的喲。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阿南，帶來安好嘅資訊哦，多謝。安子 C， 謝謝大家，謝謝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六龜玩，來六龜旅遊，泡湯、吃美食、喝好茶，還有逛好的遊程。好喲，喺出去聊聊之前呢，共用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